接住第5條係一條解方程嘅題目。咁呢種問法呢，其實牽涉到大家最原始嘅題目。咩意思啊？簡單啲嚟講，你可以將因式分解去解嘅。OK， 但係呢個比較複雜，或者做一啲因式加啲嘢減啲嘢做嘅。咁但係都比較複雜嘅。咁點樣算啊？咁我哋留意翻我哋學過嘅嘢，就會係 x 二次加ax 二次加 bx 加 c 等於0。OK， 或者寫成 x 二次加 b over ax 加 c over a 等於0。你話有咩用啊？我哋就會用兩根之和嘅方法去處理。OK， 呢個位置兩根之和 alpha 加 beta 係負 b over a。OK， 負 b over a。咁因此而家負 b over a 即係我哋對應嘅8。OK， 係負8，今次係。OK， 因此啦，我哋望下 A 嘅答案，呢兩個相加 k 加負 k 0，負7加1係負6，唔等於我哋要負8，所以錯。接住呢個又係啦 ，k 加負 k 等於0，負7加負1係等於負8。咦，有機會啱喎。好啦，接住 k 加負 k 又係0，7加1係8，唔等於負8，所以唔啱。最後 k 加負 k 等於0，7加負1係等於6，唔啱。所以答案呢就係 B 啦。